一架輕鐵列車朝早近10點喺天水圍天成路同天華路交界，同一架貨櫃車相撞之後出軌，有22個人受傷。警方調查緊意外係咪涉及衝燈或者係超速。戴祖儀報導。嚟緊，出事嘅係天水圍天悦站駛去天榮站嘅706號線輕鐵，前節嘅車卡出軌。車門撞爛咗，凹咗入車廂，裏外都有被撞過嘅痕跡。同架輕鐵列車相撞嘅貨櫃車撞咗埋紅綠燈，車頭嚴重損毀，零件外露。架貨櫃車由天華路轉到入嚟天成路，懷疑因為收掣不及撞咗埋去架輕鐵度。兩架車拖行一段距離之後先至停低，地面留低車廂拖行嘅痕跡。嗰陣時係架輕鐵喐緊㗎啦，已經轉緊彎㗎啦，咁架貨車都撞過嚟。出咗軌之後呢，撞到喐下，啲人嗰陣時就喺度叫啦，咁就打開咗個車門已經撞開咗，啲人就即刻跑晒出嚟。意外中超過20人受傷，包括貨櫃車司機同埋輕鐵嘅乘客。佢哋大部分都係手腳擦傷，可以自行行上救護車，分別送去屯門醫院同埋博愛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理。港鐵話初步調查過，列車喺意外發生嘅時候機件運作正常。至於車長駕駛同意外係唔係有關，就交由警方調查。警方就話會循係唔係有人衝燈或者係超速嘅方向調查意外原因。亞豐頻電視記者戴祖儀報道。